Hello， 大家好，我是 Lisa， 今天我们来聊聊美国租车吧。娃娃 TV。美国地大物博的，没有车呢就跟没有脚一样，很多地方都去不了，所以很多到美国来旅行的朋友们都会选择租车，除非你是到像纽约那种大众交通工具很方便的地方啊，不然大家一般都是会租车的。那今天呢，我就要来跟大家聊聊租车都需要些什么东西。我其实自己呢有租过几次车的经验啦。那外国人在美国租车呢，有5个条件跟文件需要满足。第一个呢，就是要25岁以上。美国可以租车的年纪呢是25岁，有一些租车公司呢也会租给21岁到24岁的人啦。不过呢，他们会跟你多收取一笔青年税的费用。那第二个呢，就是要驾照的正本，这个驾照呢是你自己国家的驾照哦。第三个呢是国际驾照，这个国际驾照呢有一个问题啦，就是美国有一些州呢是承认国际驾照的，不过也有一些州是不承认的，像是加州呢就不承认什么国际驾照的，不过还是要申请啦。因为这个国际驾照呢，算是你正本驾照的翻译版。你租车的时候呢，是需要提供给工作人员的。被警察拦下来的话呢，也是需要提供给警察的。在加州，如果你拿国际驾照被拦下来的话呢，是不能只提供国际驾照的哦。因为在加州，国际驾照呢是没有任何法律效用，你是需要连同你的驾照一起提供给警察的哦。那第4个呢，就是你的护照。第5个呢是驾驶人的信用卡。如果你过收费站或者是被开罚单等等的费用呢，他们都可以直接从你的信用卡里面扣款。好，那租车的话呢，我基本上都是用 Expedia 啦，它可以让我看到基本上美国所有租车公司那个时间有的车型啊跟价格。有时候他们有一些促销 plan 呢，是会比直接在租车公司官网上面预定还要便宜。美国租车其实不贵啦，一天差不多50-60块美金就可以租到了。那在美国租车呢，保险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买保险的话呢，万一车子有什么问题，你是需要负责的。一般都会建议大家买一个车辆遗失损坏险啦。就是说，如果你的车子有什么损害啊，或者是遗失，那车行呢不会对你保的内容求偿。这个保险呢也是有价格的分别，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需求来购买。最贵的呢，基本上就是全险啦。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把车整台撞坏都不用赔。我有朋友之前冬天呢到 Lake Tahoe 去滑雪的时候，就是租车然后保全险，因为 Lake Tahoe 冬天会下雪，地会滑，他怕开自己的车撞坏会心痛。他说他有朋友就是租车到 Lake Tahoe 滑雪，然后整台撞烂了。那一般去旅行的呢，都是在机场取车，机场还车嘛，比较方便。那手续都办好之后呢，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车子在什么地方，然后给你钥匙，或者是给你一张纸，让你可以到停车场可以兑换钥匙。这时如果你没有买损坏险的话呢，记得检查一下车子里里外外，看有没有什么损坏、刮伤或者是其他问题。如果有的话呢，马上返回跟工作人员说，不然你一开走，这些问题就都是你造成的了。等你还车之后呢，他们会跟你索赔的。那如果你有买保险的话呢，直接开走就好了。另外，你租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选 Prepay 汽油的选项的话，记得还车的时候要去把油加满，不然会被收一笔价格不菲的罚金哦。那其他可能还有一些小条款，每间公司呢可能都不太一样，这个可能就要靠各位自己去查啦。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一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